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Fiance Chan 陳心妍，今集係七日通勝嘅第10集，講嘅日期係陽曆5月3號至到5月9號，陽曆5月3號星期日，陰曆3月17收日，干支係丁丑，沖生肖屬羊，彭祖八忌係丁不剃頭，丑不冠帶，丁日不宜剃頭，否則頭上容易有生瘡嘅災難。丑日或者丑時若舉行冠帶儀式，有主不還鄉之忌。三煞方在東，學神在正西。吉星有益役星而安產室，凶星有午虛星忌出財，即係不宜付賬單同埋借錢外出啦。是日亦都係殺入中宮日，忌在家中打釘鑽孔。忌針灸嘅部位係胸、肋、耳同埋氣沖。陽曆5月4號星期一，陰曆3月18周日，干支係戊寅，沖生肖屬猴。是日有三大重要事情：一、是日係天赦日，而祈福消災；二、是日有尊帝星會太陽於申宮2度，而曬太陽最佳嘅時間係中午嘅12點到12點45分。尊帝星乃天上至尊之神。若此日得能行吉兆，其所感召，長風遍布，大集佩絲，凡事預知，無不大利，最適宜政府領導者同埋從事農業嘅工作人士曬太陽。第三，是日從晚上7點48分開始係春絕日，大事不宜。彭祖八忌係戊不受田，寅不祭祀。戊日不宜接受田產，不然主有不祥之兆。寅日或寅時不宜舉行大型嘅祭祀儀式，亦會對祭主同埋祭司不利。三煞方在北，學神在正西。吉星有續世星而請擎，即係燃燈祈星。凶星有血忌星忌殺身，忌針灸嘅部位係腹、胸同埋股內。陽曆5月5日星期二，陰曆3月19開日，今日係董公財日，而用作開張、入伙、嫁娶等等嘅大吉慶事。晚上7點鐘開始正式立夏，72後劉國明開始，初後劉國明，即係可以聽到田雞喺田嗰度鳴叫聲。干支係戊己，沖生肖屬雞，彭祖八忌係己不破勸，卯不穿井。己日不宜拆夥或分家，不然雙方則容易有消亡之餘慮。卯日或者卯時不宜去開井或者取井水，不然泉水不甘甜。三煞方在西，學神在正西。吉星有武昌星而立畜，即係可以領養小動物啦。凶星有刀針星，忌用新刀。忌針灸嘅部位係背同埋足。陽曆5月6號星期三，陰曆3月20日閉日，干支係庚辰，沖生肖屬狗。彭祖八忌係筋不經絡，神不哭泣。庚日不宜用作治療經絡嘅日子，不然會有傷害器官組織及破壞正氣嘅作用。辰日或者辰時不宜行喪哭泣，不然家中容易有重複舉辦喪事之嫌。三煞方在南，學神在正西。吉星有神在星而祈福，凶星有吊客星忌問喪。忌針灸嘅部位係膝、腰同埋內踝。陽曆5月7日星期四，陰曆3月20日見日，干支係辛巳，沖生肖屬豬。彭祖八忌係身不合帳，志不遠行。新日不得用來調對組合醬料，不然無法合人口味。巳日或者巳時不宜開始作遠行，因為巳係蛇，蛇有蜻蜓之象，不然會有不能直達之兆。三煞方在東，學神在正西。吉星有吉慶星而吉慶之事。凶星有受死星，忌求時，即係不宜祈福求子啦。忌針灸嘅部位係脾、手同埋小指。陽曆5月8號星期五，陰曆3月22除日，干支係壬午，沖生肖屬鼠。是日係董公吉日，而一切吉慶之事。
彭祖八忌係壬不吸水，午不沾蓋。壬日不宜在河邊、海邊作業，不然容易被水淹沒。午日或午時不宜開始做茅草蓋屋頂嘅工序。現代社會則係屋宇平頂嘅過程啦。三煞方在北，學神在西北。吉星有天恩星而司恩，凶星有水行星忌行船。忌針灸嘅部位係腎、心、腹同埋外畫。陽曆5月9號星期六，陰曆3月23滿日。是日係天后媽祖嘅誕辰。干支係癸未，沖生肖屬牛。彭祖八忌係癸不辭論，未不服藥。癸日不宜打官司或辯駁，因為癸水主治，提防對方嘅理據比你強。未日或者未時不宜服食藥物，因為未時走小腸經。未時就係下午嘅1:01至到下午3點鐘，佢會將消化物溶解後正在吸收，不然令到藥物嘅功效失靈。三煞方在西，學神在西北。吉星有天恩星而司恩，凶星有九凶星，不宜出財，即係付賬單同埋借錢外出啦。忌針灸嘅部位係足同埋肝。是日亦都係10靈日。如果小朋友生於辰時或者午時，從小就有書緣，聰明伶俐啦。多謝你收聽，鍾意我哋嘅節目，請你點讚同埋分享。祝大家擁有一個愉快豐盛嘅一周。下星期再為你7日通勝聲音導航。